頭先若果我係 leader 嘅話，我唔相信件事會咁發生。電視史上罕有大型野外訓練紀錄片。6個嚟自演藝界、輔導界、設計界嘅未來領袖。嗱，上邊唔准再有任何人俾任何意見，就係咁簡單。嗱，6分鐘玩到第一個 point。前駐港英軍訓練教官，7項超越極限嘅挑戰。冇啦，我想上翻嚟啊！唔好搞，拎起掌，唔好搞啊！20人製作團隊實時記錄，貼身追蹤參加者一舉一動，暴露人性最脆弱，同時最堅強一面。人生熱線之鐵人挪亞。